刚开始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请点传师执杯前到鞠躬，坤到鞠躬。好，请坐。请跟我先。同点师，还有处长、各位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听得到的大家晚安。领班师晚安。同天师的我们祖师同子师所有前贤大德的栽培鼓励，那么还有我们同点师今天晚上给同学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六祖坛经，那给到最后的一个尾声，就是最后一段。那么在这最后一段里面，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后面的就等于我们这一篇定慧品的结论所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那么我讲完了不好，听有听好，今天或许讲普通话，我们大家都听懂嘛，只是或许会比较不轮转而已。双声带，这是我想要英文和闽南语互咱这个师庭学习一下，好不好？那么互我读一句，你对互我读一句，安尼我咱花时间到咱9点，要这件事。因为最后一段就是我们好像就学习到这一个段落，那后面才请我们经理跟我们使杯做产品。所以咱大家这一段来都完整，无偌短。讲真听伊后壁就等于结论啦，所以伊重点拢是这个所在。咱就尽量用闽南语来读一遍，安尼敢好？互我读一句，咱对互我读一句啦。安尼咱大家有问题啦我提先学些闽南语的啦。好，显地显。显地显。无价无何书，无价无何书，两价两何物，两价两何物，无价无异相，无价无异相，无诸天而其心，无诸天而其心，两价两心如本性，两价两心如本性，即如即是两极体。真如即是量之体，量即是真如之用，量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体量，真如自性体量，慧眼密闭色明亮，慧眼密闭色明亮，真如有性，真如有性，所以体亮，所以体亮。真如若无，眼密色声同时即坏，眼密色声同时即坏，显地显，显地显，真如自性体亮，真如自性体亮，欲因随有见闻觉知，欲因随有见闻觉知，不降反应，不降反应，其真性常自在。以今行凶自在，口听闻，明显分别诸法相，明显诸法相，无第一义而不同，无第一义不同。咱就做明做书呢，伊后壁是一段，因为伊头前甲咱解说非常的济，有了为总，有上为体，有无为本。咱伊这3项
中无上无助的即个经典内底，因为即个经文内底，伫即个真理内底，伊也会甲咱讲，讲有嘛，无才是无好处。当然，重点无念为宗，就是一个本体。所以讲，伊讲无念为宗，为宗就是本体。那么后壁无上甲无助，就是重。因为咱众生来到这个环境，众孽重生，咱本来富足，伊都着对即种得失，甲咱本就富足，本自清净，本无动摇，本无生灭，能生万法的即个殊胜的即个菩提自性。但是咱来到这个环境，咱受所有方面的力量，受了所有要求中方悲欢随业的即个干扰，所以咱有足侪的颠倒之心。那么若在这颠倒之心的作用之下，色心的作用之下，咱而且来做了非常侪的即个罪过错，才会遮轮回去，才会遮轮回去。所以伊伫后壁伊就甲咱讲，无正无好事。伊所讲的无，无上无念无助。伊讲的无是啥物？无好事。念者就是咧念好本。其实这个念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个心头。念就是我们现在心下面形成一个念。所以说，就是你当下的心是什么？就是咱的念头。咱你有念头嘛？因为你伫遐个色心起用进前，你有一个念头，伊是清净无染的，伊是清清净净，伊都光足足。那么咱是起念了后，甲产生了色心作用。如果咱若每一项拢以咱的本心菩提自性起作用，伊心内就一定是佛心啊。所以讲一念白即众生，一念无即佛。那么你这伊讲无二相，无二相就是无分别，没有二相。比如说，我即摆伫遮看咱各位前言，咱的自性我拢是依道着光足足，互我拢无产生分别。那么我是用啥物心看咱各位前言？我一定是用佛心看咱，互我才有法度通显露每一个人你即摆拢是清净无染，而且拢依道着光足足。所以咱的念头是会使讲非常的即个重要。那么伊讲念好本，当然就是念咱当下的即个真如本性。念就是真心，就是咱当下的心。那么咱当下的心如果以真如本性起念，那么咱的六根感觉的心六识，绝对互敢是讲其实像咱在天上或者天明道。而且因缘之下，咱所见到的言明意志，拢合乎天心。因为合理心、合我心，未必合天心。咱若以真如本性体验，那么咱所有虽然咱着应感着本心六识，但是咱所有的行为拢是替天行道、大天宣法办的事。但是咱毋是较简单啊，因为咱有色心的起作用，咱有分别妄想执着。所以才是甲咱讲，真如就是念的本体，念就是真如的用。所以伫遮有甲咱慈悲开示，因为咱是真心体念，但是体念你捉着境的时阵，你是起啥物念？是正念、善念，还是邪念、恶念？就是这个当下你在做选择。所以咱对跟着就是咱的六根，咱的一些心理就会感觉。所以伫遮伊讲真如有性，所以体念。那么当然，互较后壁呢，甲咱各前的做伙来分享，吹电风是会紧，你看咱人应该做歹作用。太大声！开电风是会紧，无开是会紧张，因为无法其实无法经营人讲。阮组长讲啊，迄电脑室会用好卖啊，就是讲所有的班会敢若无电管室的问就对啦。迄是升专班啊，计划班我今年都无参与啊。所以讲真正就是用好卖。但是你用好卖，你知吼？好卖你知无？毋是正我咧
这个关于视频，因为遇过。控制麦克风就是没有机会拿麦克风来学习的，这样你懂吗？因为启慧妈也没有后学的班，陈全妈也没有后学的班，还好那个红点的是都给后学机会来跟大家结个缘，所以后学要非常感恩红点同事。但是当下的后学会很无奈的说，每次怎么都这样叫后学，因为没有准备就会紧张，对不对？好啦，咱后壁看应该拢会了解。当然，因含这一篇的重点，就是伫前面经所讲的一句，因为咱叫做用做是因前面经，咱为啥？为什么？为了维摩诘居士所讲的这个维摩诘经内底一段，明显分别诸法上有第一义即不动。第一义就是咱真如本性所起念的这个念头，叫第一义，伊是完完全全纯性无念佫会当不动，但是真难因像伊也无通呢，我主公出来讲，你想讲要换本色，咱向用救护车来到我兜的门口，我带一个。互我知讲，因为互我伫楼顶的时有听着人咧讲开门，因为啥物无离婚敲骹，后来我小姐过来找我，互我无倒来，所以伊就知影叫救护车。叫救护车来，我救护车带来我兜门口，原来是阮小姐呢。讲3点甲洗身躯呢，我就4点到要5点，可能就是即摆是心脑就是2度中风。其实拢甲阮讲，倒来遮4月初1打2领初6尔这叫做无常。阮叫人甲我讲，我洗身躯好好个，家己拢正常。一个尔，伊讲嘴角到尾，鼻鼻错。所以讲，你拄着硬要有动真难，所以当来互我讲拄着这个境的时阵，等下咱来学习，咱的心有法度通转境无？这个定力，甲咱的智慧有法度真正当下善用伫咧当下，你拄着境转，这个是功夫。所以互我形容惊着的时阵，我去甲张领导讲，你莫搁拄仔去带比人搁较带就对啦。所以这毋是遐简单，可是互我感是讲。咱有学道理，因为就算无法度学习断着，互我当下的互我敢袂去触着这个真理，这个真理互我马上种一个送去病院就无安全的危险，无危险嘛就去医生就甲咱医所以呢，互我确定阮小叔就是个2度的中风所以而且无生命危险就好所以呢拢还佫有法度来解决所以呢，而且咱今嘛要学的呢，讲。经典要生活化，这个真理了后，真正伫咱生活当中会拄着。拄着的时阵，咱有法度人真正甲，人讲会晓甲善用的，这是咱今日学经典的这个知识的意义。那么呢，我来跟咱各位先生分享我们这一段。经文内底甲咱讲，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所以这是体用意思的物件，这是体用意思。因为正念，真如自性是正念的本体，所以无念就是正念，毋是有甲无，毋是有形上有物的有根。比如讲，我有即个后仔，事情你无即个后仔的有甲无，不是那种有根。重点这个无，就是我们本来的无理自性。所以呢，伊讲伊是本体。那正念就是真如自性的妙用，它是体用意主的。甲咱这肉体共款，父母人两位绝对来自上天一点的灵性，加上有情无业的这肉体，咱才有法度通入因，才会当起作用，而且才会当讲话。若无的时阵呢，这自性不因无伫咱的肉体，其实。咱就无法度人讲话无法度入因，无法度起作用但是呢，有法而且甲咱各位先生分享，凡好医生所言，只要你拄着一个境，有足侪方法，你要如何去处理，如何有智慧去来做一个解决。
但是哦，咱来用咱的真如自性去哦，就会当处理咱非常的方法。咱以咱的色心起作用的时阵，有时啊就起变化，就起变化。所以呢，而且办法为心所现，为色所变，办法嘛，为情乃变。就是咱伊个静无了，你好法度你晓得讲啊，欲做大经，欲做圆做做到即部经典，对第一品。即个形容比较最后的附属品，即10品内底，伊甲咱自己开始这真理，咱要如何去来做一个运用？所以呢，而且这个真如呢，在过去咱的玻璃圣贤呢，伊甲咱自己讲天梦法真，伫咱的真如自性起亮，如果咱来起了一个光亮，但是你有法度马上用真理来做一个天主。我当天主咱这光亮，咱叫做真心天主。就像咱本来咱要食荤，对不对？咱本来嘛不是一定爱食素的，但是咱除着咱年龄过了，咱就爱食素食。食素食了后，咱敢爱搁去改食素，唔免做自然的。本来要食荤，你若我都甲食荤改起，像咱徐汉族，一日食3包。为着要清口，伊甲分解了，伊敢爱搁去注意讲，我敢爱改分。所以说，你若我当天读咱的光亮，产生的光明，那么咱就是真理真理，天理完全。因为呢，咱所显得出来，而且咱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是寸步难行。那么咱有法度有理走遍天下，这就是咱真如本性起作用。毋是咱的色心起作用的，这就是安咱自卑的。那么因为内底讲真如有受所以起念，真如有无感味色声同时一贯。因为伊甲咱讲了两根感感应，所以显得出来就变到色甲声。这是做一个比喻，当然咱你必须心里就色声两面出发。欲根感欲灵，心欲色。所以咱真如有性有灵性的作用，正起念。肉体若无灵性，就变错起来。倒伫遐人就出惊呢。若去到有名规划就过了，剩啥？事情剩啥？骨头一堆。咱若捌去求周先的骨头，你捌去求周先的？我现在这样讲，你听懂吗？刚才不是说你都听懂？灵性听得懂，你的头脑听不懂，你的耳根听不懂。好了，那或许讲普通话。如果说讲得不清楚、不正确的时候，请多多包涵。OK， 为着伊客气些，为着伊学汉较白妙些。你看听台湾国语听较辛苦些。你明明是咧甲阮甲和我跟黄经理客气，你要学你吗？对了，真正是听落，那或许讲普通话好，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如果没有上面这一点灵性嘛，身上没有这个灵魂，我们普通话说的俗话说灵魂的话，那么等一下躺在那里，人家就会怕了。经过2、3天这样就会臭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五行啊，吃五谷的会产生变化，就会臭。送到柳林去火化，叫做BBQ以后，就会剩下骨头。所以，如果我们的子孙去捡骨头的时候，就一个瓮那个细骨都烧掉了，变那个骨灰。那只有大骨、头颅、大骨、手骨，整个脊椎大骨捡得掉、捡得到而已，其他都化为这个乌有。那个遗用骨灰会放在哪里？放进5圣宫，对不对？那我们去开起来，有没有看到古人只是在瓮里面，我们跟他朝拜。那我们为什么朝拜我们的祖先？当然，我们就是慎终追远嘛。他也感念他祖先留给我们的德，还有重点留给我们的财产，对不对？我们还有饭吃，所以说就会化成乌有。那在这里，
我们的六祖慧能大师，他跟我们强调的就是真如有性。所以说，真如里面，真如自性里面，它有圆头斗光灼灼的佛性，而且它具足什么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所以我们的性就是这样写嘛，对不对？那就是三化这边五化，所以天命机知味性，这个叫三纲。五常本来具足，其实这个五化叫做五伦。说我们人，父母亲生我们下来一定有五伦，对不对？精神、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兄弟五伦，对不对？常啦，不是五伦。这边是五伦啊，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是我们本来具足的，也是我们整个德性。但是这个性，不光是所有的动物、植物，所有的动物都有五伦。那五常，像动物为什么不能够来求道？那是这个畜生的这个壳嘛，所以它会少一场，所有的动物会少一场，所以它们没办法像我们现在有这个人生得人生那么接着下来，六祖在这一段里面跟我们慈悲开示的就是说，鼓励我们要好好的怎样运用我们的六根，那善用凡尘的六尘，因为一定有六尘嘛，所以这个叫做红尘。滚滚的红尘里面一定有六尘，有色声香味触法。那么怎么善用？因为一定靠我们的六根来行功立德，不是坐在那里可以行功立德。坐在那里只是用嘴巴说的。你说你去渡人，有了，现在手机真的也可以渡人然后或许有时候联络事情是用手机在联络的，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善用这些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3C 的产品。那你怎么去善用它？也是靠我的六根也靠我的意志神功，还有我的思考，对不对？这样是用来服务众生，那么德自见。你有没有度成功这一个浅显？但是我们却化有功。那在点点滴滴的累积，外功远，我们的内功自满。因为你在度人的过程里面，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因缘与考验。能度成功，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上面愿我们度化有功。那么在这里，所有的德，它是点点滴滴的累积。那个我们吴老先生说的，求道是靠根基，办道是靠天时，但是我们修办道一定要靠用功，成道它是靠累积的。所以这位前辈者他归功的时候，各位浅显，我们最重要的，你看他有多少人来送他最后一程，你就是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德。当然你不能一概而论这是看他的因缘。但是或许常常这样想一般我们或许都会常常看我们一般的告别诗像我们前面对面那个告别诗，就是李学龙的那个母亲，他说那个是女生不是男生你不要或许以为真的是男生。其实是那个李学龙的妈妈已经很老了，但是她为什么会用粉红色的灯？她应该是80、90岁左右粉红色的灯，或许有问原来她还没做阿祖，还没做阿祖就是还没4代祖啦，就是伊生囝，里面佫生囝3代，所以才用粉红色的灯。那如果说是阿祖90几岁的5代祖，迄种的是用迄足红的灯，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人生最后一程，最后一口气停下来的时候，盖棺论定的时候，你带什么功德与罪业走而已，所有的财产都带不走。所以才曾经听讲是这么说，在你最后一口气你要归空的时候，你的心念自不自在，自不自由，就是看你在生的时候，活的时候。那我这样讲，你呢？普通话你听懂了吗？我们说错了，就是你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有没有度化众生？有没有修持？有没有行功立德？就是看你当下的心念能不能够自在，是看你人世间所做的。所以说，告别
园寺里面，人家说要请多少的正头来送我们的那个祖先一程。其实或许会觉得说这是多余的哦，多余的。而且最近下午都会去带妈妈运动。啊，有时候妈妈88岁，因为她又生了一场大病以后，现在比较好哦，但是比较好，她的力气也是差很多。或许如果叫她走到我们路口门口走3趟，走第1趟还好，第2趟还好，要再请她走第3趟了，她会说怎样？你知道吗？讲到像我这侪岁的时阵，你就知。说我在逼他呢，他就会说，像我这个你如果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各位浅显，其实老菩萨，我妈妈这样讲是千真万确的一个道理，因为年老就会怎样？力衰。啊，他会老，或许会不会老？也会老，哦，也会老。但是我们要把握，利用我们的，好好运用我们的6根。那还有6层的这些因缘，用来服务众生，哦，那德自见，外功远，内功自满。因为你在度化众生还有内功外往的功夫之下，哦，修办因缘之下，我们会遇到很多磨练心智的因缘，哦，所以相对的，那就会也会内功也会自满的，哦，好。无者无2相，那个不是，师姐，你查多公，你刚才说这个无者无2相，莲花怎么读啊？无假无能雄，无假无己雄，无。无己雄，鸡就是那个写字的字，无己雄，哈。无诸颠得己心，相对的，可见我们的闽南话还是很深奥的。像这个讲不通闽南话的，你以后来我家补习。对啊，你刚才我都补习吧，你就对了啊，速修以上，速修以上。好，跟你聊天有空再聊。如何对治尘劳妄想？因为在这个凡尘在这个凡尘里面，绝对有尘劳妄想。那我们怎么来对治？所以说佛有怎样84000个法门，他要对治什么？对治我们众生48000个病。我们有这么多的毛病，所以佛菩萨才会用这些法门来对治我们这些众生的这个众念众生的邪知邪见，那妄以真智，只要你不起妄心，那一定都是真心在做事。道真、理真、天命真，那更需要我们有一颗真心，更需要我们有一颗真心。那燃以净智，像你学会抽烟，你就是把它改掉就好，就是不要抽烟就好。人家说有的人看到东西就想要拿回去，这是一个毛病哦。那你就是赶快用真理来十善，12把它改成10善，你就会不想做到。像现在我们的前贤大德，你看到东西，有时候或许在路上看到东西，第一个念头会怎样？不想捡。为什么不想捡？捡得很麻烦呢，还要拿去交警察局。真的啊，像我写在咖喱美存在后写，捡到一个皮包，说妈妈这边怎么有一个皮包啊？那或许说，我就跟他说要不要捡啊？我们家城里面就说，我怎么说不要捡？这样捡去警察局，真的还要拿去警察局要做笔录嘞。结果里面有200块，因为你一定要看它里面多少钱，你才能够跟他来点的时候，对，就是能够跟他对此说你包包里面多少钱。结果是一个人要去买，反正在这边2岁了
结果它掉下来，那个口袋浅浅的，年轻人。那当然我们就拿去交警派出所警察局，后来联络他来拿。那我们要去台北的路上就听到他打电话来谢谢。所以说，其实在路上捡到东西，第一就是要交警察局，会不会产生麻烦？但是一定要捡啊。像我这个老人就有一个恶念干脆我们不要请让别人去捡，才不会麻烦。我们绝对不会说我捡到这个皮包很高兴，里面有钱有什么？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本心作用，本心作用，才不会不想有那些麻烦。但是多捡点，不要因为有这样讲你捡，要请你交给警察局，人家才不会紧张那我们凡夫处在这个世间，也就是这个污浊的恶世里面，什么最大？压力最大。不管你什么年纪，你都有压力。看我们现在这个祖阿祖跟阿文看会不会没有压力？他们既然在读书，他们就会有压力，就要写功课，而且要听话。现在不能够玩手机，不能够玩 iPad，明明很幼的，但是不能够玩，这个就是他们的压力。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压力？比如说以后学来讲，或许压力真的也有，因为像我们要学习这个6级单元，要不要准备？要准备。道路在带动道路的过程，或许有很大很大的压力。没有把道路盖好，因为我们是干部，没有把道路盖好是我们的责任。能够带动道路是我们的使命，也是你与生俱来的福报。像昨天易如老师传的来跟我学讲，这个经理姐姐，他们叫我写经理姐姐我那背上就叫妈妈给传世，我说叫妈妈就好，不要后面再加给传世。他说一定要这样子叫，我说没关系，叫妈妈我就知道。他说他最近照顾他的婆婆，他自己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幸运可以照顾他家里面的爸爸妈妈，现在照顾他的公公走了，现在照顾他的婆婆，因为他没办法住在跟他过来过的呀，对，所以现在是住在他家，他的孙女儿已经送回去给他女儿自己照顾，或许恭喜他因为能够照顾父母亲、孝顺父母亲是他的福报，而且他是以欢喜心来照顾，因为他要跟后学讲，就是他非常欢喜心。他说他很有福报，可以照顾老人家。有的人不是呢，31天，2个兄弟，你15天，我15天，那个31天会没有饭吃，你们相信吗？在 FB 也会常常看到，现实的世界也有，像我家隔壁的就这样，那个婚姻今晚已经走了啦不然那时候他如果轮到31天，我都看到自己心没变大。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因缘之下，这个凡尘里面最难处理的，当然就是尘劳妄想。那6尘胜6事，还有我们所有我们自己想的这些妄念、邪思、邪念，心外有5欲6尘，就是财色名食睡还有3毒，内心里面有3毒的迷惑跟扰乱，外面有5欲6尘的诱惑跟污染，这些是我们的压力。但是我们透过修行什么叫做修行？就是修理、修改我们的行为叫修行嘛，对不对？有的会解释说，修就是修内身，行就是行外表，这都是可以通的一个道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我们心外有这些的诱惑跟污染，5欲6尘，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这些，那内心有3毒，贪嗔痴。所以或许现在学习到这个贪嗔痴，才知道说为什么佛菩萨会说贪嗔痴3毒是我们地狱的3条根。我们在读点的是在念念文的时候，有没有水火劫煞已到眼前？或许刚在读的时候，或许刚在点到在读这张表文的时候，或许都会这样思考：水火劫煞，水灾也没有发生在我们台南，火灾也没有发生在我们台南，还是我们中原，怎么水火劫煞已到眼前？是原来在看了这个道义的书以后，才知道
道贪就是水，嗔就是火。我们每天都在贪，五欲、财色名食睡这些我们都在贪。嗔恚心都会有，稍微不顺心，我们就会想，就会有一个思考，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所以这些迷惑跟扰乱，都扰乱了我们菩提自信的一个清净。所以说，在这里，或许跟大家分享，这是或许在一本书看到，他说，为何要修行？为何要修改我们的行为？为了要做心理建设。我们听道理要做什么？改脾气、去毛病，我们一定要有心理建设，不然我们的脾气都会有。像或许晚上老公从2点半工作到5点半6点进来，他说晚上吃什么？或许就跟他说，我煮的5叶菜嘛，有够好食。你敢会相信？伊讲我平时都坐在给我食5叶菜嘛。我讲无我电话有饭嘛，因为或许是煮饭是会煮粥的。或许很喜欢吃5叶菜嘛，很奇怪。他就说那这样会没有力气。我说好，那你吃饭，因为也有饭，赶快再帮他煮一碗汤。今天或许如果没有休息，或许会这样说，会这样实在的。而且但是可以吗？绝对不可以。我要帮你煮一碗汤，因为两菜拢有嘛就这样子，我们就很和谐的处理好了。这个叫做心理建设，精神武装。精神一定要武装起来等一下或许会跟大家分享如何心理建设、精神武装。因为增强心理的力量，我们的心理其实一切都是心在作用、起作用。真子本性起作用是圆陀斗光所说，非常圆融的。但是我们有四心，既然是众生，我们就有四心，所以后面才会跟大家分享说，一定要转世成智。这样我们才能够化我们的无明，化我们的无明。今天或许如果没有学道理，2个夫妻住在一起而已，或许奇怪这个乌鸡菜碗明明的做好食，但是他的立场怎样？我给你出嘴的，你应该给我讲完，他可能会没有力气。那当下的或许要不要配合？赶快配合，那就这样就没事了。这样就没事了。这个叫做化无明，这个叫化无明。跟大家分享，你看大家都非常的有智慧那如何来对治我们的尘劳妄想？当然，刚才或许有分享，要增强我们心理的力量。那怎么去增强？或许常常听我们是那个辉煌理论说，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善解。对，但在这里，或许看那一本书，他说要圣解。那善解跟圣解有一点点不同。因为他可能再高一个层次，因为他要了解问题，因为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都没有去了解，你就把它散解掉了。那这些问题可能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去了解问题，对这个问题要能够透彻的了解，而且要殊胜的了解以后，你真正了解，你才能够进而实践，才能够解决。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跟我们说，知难。你了解以后，怎么这么复杂，怎么这么困难？但是你如果有智慧来处理，行义，所以才有知难行易这句话。所以或许在这里，跟大家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要有圣洁的力量来。第二，要有净观的力量。像或许下午遇到了这个因缘来讲，或许当下或许我对面呢。真伊嘛下班伊是护理师嘛所以即摆是那什么国中的护理师，那么伊就过来，伊想讲叫我下班去走来拢到，走来我小叔家，伊讲爱先甲伊量血压甲血糖，那么当然或许过去，第一或许一定先怎样提醒我小叔找健保卡，还有他的健保卡身份证。或许不能够跟着他乱，那辅助他带灌水、带外套。这时候或许是不是要沉静下来？
或许不要太紧张，但是当下的或许很紧张，可是或许马上把它沉淀下来，就是要有禅定的功夫，因为心不易被境界所转，你能够定跟静的时候，你才不会被这个境界所转，你才有帮忙，才能够帮忙我小叔处理好一切的事情。所以我就帮他找健保卡、身份证，我叫他记得拿钱，一定要拿钱。有时候要买些什么东西没钱是不行的，那要带去灌水，就要说赶快拿灌水给他，那要带外套。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有禅定的功夫，才不会被境界所转。心不随境转，就能够转境。那么心能转境，这个就是力量。这个就是力量。所以那个医生也跟郭许讲说：“我说你，我感觉你做定经呢。我讲因为迄经出来，我辛苦了，我已经行过一摆当然找电报卡，找到卡卡就不破去。所以在这里，我小沈回来，我就跟我小叔讲，那个测血糖的要放哪里，血压的放哪里，健保卡放哪里之后，叫他分门别类把它排好。伊讲免啦，阿师，我这种大头针安尼我要找着我。我讲安尼足歹找，咱用一个箍仔甲分分的，安尼测血糖，伊也袂晓嘛，我过来打，我讲安尼，咱这分一个袋啊，送一个袋啊，咱就甲放到这个袋啊，剩的规盒规包，你就甲放到拖啊摆好。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有这个定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办法帮助别人。这是后学的心得啦，这个就是我们的能量，我们的力量，所以一定要有静观的力量。在这里，后学觉得这个欢喜的力量很重要，因为你有乐观的性格，你才会欢喜。像我们现在修办道，我们修道跟办道并驾齐驱在走的时候，一定要有办道，你才有办法修道。那一天我们从慧领域讲的非常的好。你有办道，你才有办法修道。那你一定要乐观的性格，不然他有没有修道跟我们有没有关系？那一天本来礼拜一本来有4众，后来剩下他妈妈来，但是或许觉得我们那个修走前贤他非常的优秀，本来他是跟或许说他还有3个孩子，但是前一天晚上他有跟或许提醒说，那个3个孩子在还对妈妈，因为他妈妈手在痛。那或许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强求，强摘的水果是不甜的。即使他妈妈没来，我们就取消就好了。等待时机。那他说没关系，我再鼓励他那个配偶看看。我说好，那你鼓励。后来他就是也没有跟或许取消嘛，就表示一定会来嘛，所以或许也没有紧张。那我们人才都在这边等。那后来是他妈妈一个人来。那他来的当下，或许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修走。他就是说，他守一个信用是什么信用？他就说，叫妈妈，我们的人才都在那边等我们绝对不能够不去。他是守这个信念，在鼓励配偶的。所以说，在这里或许觉得说，他欢喜心在做的时候，他说他都以乐观、正能量的心态在学习。所以那天配偶也是，因为他是去家乐福卖林鹤营的牛奶，认识这一位配偶。所以在认识配偶，他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他想要助他来开智慧，因为他说我们道场都是正能量。那参班学习，我们既然是一贯弟子、白眼弟子，我们一定有参班，有学习。昨天是礼节班，今天又是六祖坛经班，我觉得我们有来学习礼节，跟晚上又来坛经班的，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秀。所以说一定有乐观的性格。那工作。像我们有要上班嘛，要去工作赚钱，或许是不用工作赚钱，那了愿服务布施，是因为我们有欢喜心才有力量。所以或许昨天也鼓励我们义主讲是说，你就是因为欢喜心，你才有力量，你才有力量，你才不会有计较心。因为为什么这个婆婆会最后来到他家来让他照顾？他要把他的孙女带回去他女儿那里，就是他有欢喜心，他知道福禄什么皆有孝智的，有读经典就差在这里所以说这个就是欢喜的
力量。那么对治尘劳妄想，并不是离开尘劳妄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离开这个凡尘，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以说，而是要面对现实。但是面对的时候，我们不动心，当然是要以菩提之心、菩提本心当家。就是要以我们的本心当家，才能够处理的圆融。不怕妄念起，只怕觉照起。其实这一句真理大家都懂，倒背如流。上次的六祖坛经，我们沈龙洲领队也跟我们慈悲。真的，妄念一定会起，因为你是众生嘛，众念重生的当下的因缘，我们会有妄念。但是妄念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觉照？因为只要你有觉照的功夫，你就可以做一个改善，做一个改善。那我们圣严老师说的这个四字诀，或许从以前就把这四句话记在心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问题的时候要面对，一定要面对，因为你没有面对问题，绝对还是存在。那要接受，一定要甘愿接受，因为这是你的因缘。顺境要有什么无常观，逆境要有因果观，所以都要接受。那接受以后，你要有智慧，不会的时候要去请教善知识，做一个解决。不会的时候要做一个解决。那解决完以后，我们要放下，要放下。比如说有个人讲了一句我们不喜欢听的话，你如果把它放在，然后一辈子都放在心里，跟你讲那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个人会痛苦吗？师姐不会。你痛苦一辈子呢？目前很常常在讲说，有时候人家跟我们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伤害到我们的话，放一辈子，痛苦的是我们，所以要把它放下。或许常常以我们两个夫妻在做一个比喻，以前的种种，譬如怎样，昨日起，未来的种种，譬如今日生。那你怎么想什么方法，让我们今天所生发出来都是正向的？这个就是我们修办道的一个目标。这是或许的一个心得了。所以或许现在跟江坛主的相处，他怎么跟我开玩笑我都没关系。他都说无趁钱啊，每天都搞我开钱，真的每天都在让他花钱的。所以说遇到什么事情，面对、接受、解决、放下，四字诀要把它记起来。那不会解决的时候要问要请教善知识，一定要请教善知识。你不要去找一个比你还要惨的那一个人，比你还要负能量的那一个人，那你就惨了。像我今天在 AUB 就看了一段，她老公找小三跟小三走，那她带着11岁的孩子，想要吃什么？安眠药。结果呢，她11岁的孩子怎么跟她讲？妈妈，你怎么那么不争气？真的啊，你那么不争气，可以带小三，我们可以带什么？男生叫什么？小六还是小五？小五。男生可以带小三，我们至少可以带小六，对不对？多他一倍。所以说，妈妈你不要不争气。当下的妈妈有没有转念？转念啊，至少他还有一个儿子。有的男生带小三的在外面桃花天酒地都不回来，没关系，到最后要拼的时候会不会回来？会，很多。现在社会上真的都是这样。而且觉得说，我们要保重，我们要保重。好，那这是我们心里的能量刚才或许跟大家分享，或许觉得，或许学习这一段看到这些这一本书的时候，或许跟大家分享。当然，受益的是谁？或许第一个受益那么有见闻觉知，因为有六根就会有见闻感应。那么所有见闻感应就是六根对外直取六尘，六根感六尘生六识。那生六识就会产生什么分别跟你自己的认知，你的邪知邪见。所以在八正道里面，第一个就是正见、正念。所以正念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眼睛看一切的形形色色，耳朵听外面的形形色色，所有的声音。所以五音令人怎样？我念你耳聋，或许如果要吃那个他们公司的那个牛肉干，牛肉干，是的，他就会跟你说，五色令人眼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他都这样跟老师讲说，心里少吃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新陈代谢不好。吃点你可以尽量吃没关系，因为你们新陈代谢比较好。那么鼻嗅、舌尝、身感觉、意分别，这个叫六根感六尘。生活在这个见闻觉知中，不断的造作诸业，引生烦恼妄想，因而在生死里流转不已。所以《清净经》有一段，你再讲一下，为何众生念一段呢？众心虽不离情的讲来，未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生烦恼。清正经你回去看一段，颠倒妄想，流浪生死，怎样？永失真道。对。所以这一段我一定要背起来，清净经要背起来，是点很简单。或许背清净经以前常常跑台北，就从中影出发到台北，我清净经就背起来了。其实比较容易背，是因为什么？我们常听，常听讲师讲，那个般若心经也一样，所以常听人家讲，常看，你再背就比较容易。像我现在大部分弥勒救苦真经都背起来，是不是？就也要感谢上天慈悲我们神灵认真师弟每天给我们主持这个弥勒救苦真经的都诵读诵。你还没去开哦，讲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巡安组跟那个出级理们就紧张了，因为他们都来分享给别人，分享给，因为我们昨天是领证的，昨天是，今天又是领的好。因此，如何处理见闻觉知，是学佛者必修的课程。所以在这里，或许拿出我们儒家的四部，就是在《圆约》第12篇里面，圆约问的孔夫子跟我们颜回父圣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且要留自己，不是别人，不是讲给别人做，是自己要能够去做。亲身体证，那我们一定要转迷为悟。在我们还没有学习之前，在我们还没知识之前，像或许在分享，或许的小叔跟我那个江明峰，或许过去，或许因为小婶生病才会过去他们家，不然以前我从公公走了以后到现在没有去过他们家。因为没有事情嘛，只是到客厅而已。那天去的时候。还差不多有6、7盒的牛肉烩饭的那个牛肉，什么牛肉什么牛肉，6盒竟然都是牛肉，没有一盒猪肉。或者就问女工，一定要吃这个牛肉，你们才会肚子饱吗？阿姆，我喜欢吃。我说你知道那个牛在耕田的，那当然他在不明因果的当下会不会是会？或许以我或许来讲，或许也一样或许以前不明因果的时候，或许也会吃牛肉汤牛肉面但是因缘成熟，或许就借这个因缘跟他说，妈妈现在处在这个生命的因缘，我们要造福的来转化妈妈的这些病痛，这些不要再吃了，可以吃别的不然不出我一家所以在这里，他那几盒今天送出去，不知道送给谁，没有见到那些。我说是全部都吃了吗？我们家平常晚上我过去跟他说，妈妈又住院，他说没有我给回家吃了，拿去送同事。你说不能吃，我说不是不能吃我们不要吃，不是不能吃，那个东西怎么不能吃？所以在这些见闻觉知里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转换，转迷为悟。
那我们今天听道理就叫转世成智，转我们的世心为我们的智慧。这个转的功夫非常殊胜，非常的殊胜。所以主体经文其实就是要有这样的思路，转名为悟，转世成智，跟大家分享。那真性常自在，在我们的经文里面他这么说。在这里呢，或许看到这个典故为什么他说真性常自在？我们六根感六尘，生了六识但是我们的六根作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他在这个典故里面他这么说，他说道禅师问云岩禅师说，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请问你哪一个眼睛是正眼？那个道禅师就问云岩禅师，或许晚上就是食有野菜，为什么你刚才导入？是不是会很可？他就道禅师就问云岩禅师这样，那这个云岩禅师就跟他回答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枕头掉到床下，那你有睁开眼睛，在你没有睁开眼睛找枕头的时候，你手伸下去，马上把枕头找到。那时候你用哪一只眼睛找到这个枕头？那个云岩禅师就问道禅师这样子，那么道禅师就说这样我懂了，这样我懂了。云岩禅师就问他说，你懂什么？他说变身是眼，变身是眼。但是那个云岩禅师跟他说，你只懂8成，没有懂到10分。因为应该是通身是眼。各位先生，我们去体悟这一句话，我们去，比如说或许闻到擦，像或许晚上因为会紧张，所以或许擦精油，或许闻到是用我的鼻子来闻我的精油才闻到精油吗？有没有？不是，马上就会闻到。但是当然是透过我的鼻子闻到。但是所以说，他才说通身是眼，通身是耳，通身是鼻，通身是舌，通身是身，通身是心，是通身所以在这里这一句话，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他跟他做一个解释，他说变身是眼是从分别意识去认知。我们闻到香的，绝对你不是说拿起鼻子去闻你才闻到，所以听声音也是一样。那辨识视野是分别意识去认知，通身视野是从无分别的智慧上显现。所以从这一点，让我们知道真性常自在，别心外求法。不是心外，我向心工作，绝对不要向外求。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世心、我们的邪知邪见修改成圆朵朵光灼灼？这个就是我们修道的一门功夫，都是要靠自己的，自修自省，自成佛道。那后面这一段，它就是比较重点的最后一段，就是跟我们说，其实真性常自在，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常自在的真性来做一个善分别。那诸法相一定是存在的，诸法相一定是存在。既然你在这个人世间，那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前，一是密菩提，下如求度己。所以他要我们重点要我们能够善分别诸法相。那善分别就是用我们的般若智慧如实的认识。那认识以后要了解诸法实相。像我们那天听《金刚经》嘛，那或者刚好有时间点进去听了。那么张讲师嘛，他讲了一个若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诸法实相是一个空相。那他讲了3个小时，一句话讲3个小时。所以在这里真的要让我们这些众生能够了解诸法实相。《金刚经》32分都在讲这些，叫我们如何少3心归4相，而且要管理本来的面目，圆朵朵光灼灼，而非妄想分别。所以这里绝对是一个善分别那么当然分别有很多种，我们上次有学过而且没有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善分别就如同什么？
上次我们洪经理跟我们做一个分享，跟我们慈悲，他说像明镜照的，就像这个镜子擦得非常干净，照我们的时候，你如果是高的180公分，绝对不会造成150公分，对不对？高矮胖瘦，像或许好像有镜子也可以照得比较瘦的，也可以照得比较胖，那是作用的真的明镜它是没有这样的功能的时候，你瘦的就是瘦的了。50公斤绝对不会照得像或许60几公斤长短镜子总是不假分别，如实的呈现。善分别就如同日月之光无私照，不管你是山丘，你是小河流，你是大海还是山谷，它都会跟你照得清清楚楚，都是有阳光之照所以说，在这里善分别就如同明镜照的，还如同日月之光无私照一样。那么修道人证悟真理，用真理来看世界，就是善分别。那真理是绝对道理，它是有恶有对立的。那能够契合真理，能证悟真实，这叫做善分别。它的真实相你真的能够体悟到，这才是善分别。若有人讲目睭亲，目睭看到就不是真的；耳康亲听到嘛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说，在这里一定要能够契合真理，合我心、合你心，未必合天心。合天心才是合真理。所以说，这个才叫做真的善分别。那个《净经》里面也这么说：但莫做作，只是平常。所以善分别就是一种平常心。平常心，其实你遇到很多很多的经，像这一次我们那个什么上帝庙的热闹，或许睡到1点将近1点还在放鞭炮，都睡不着。那睡不着是我自己的或许自己的因缘人家放鞭炮又没有你的事，你怎么会睡不着？但是我们这些众生心会不会受影响？会啊。但是他这样子的热闹。我们的那个长沙的术语跟寇姐讲，大姐，你看无去看，迄樱花园的大戏一坪80万，你敢知影打偌大拄偌乖？阮伫阮的路仔遐打去到阮的坪遐，伊讲伊有去看伊讲大姐，为什么你拢无爱看这个？你心情拢无爱看人的樱花园的，这2日一日80万呢，2日160万呢。各位请写，在座有去看的请举手。安尼啊，我无看片。你看樱花园80万，咱有些咱拢会有去看。有人研究到，伊也感觉讲迄是做樱花的，对不对？迄像很古的迄个咧春节花火节，你若讲真正处长处长你敢有去看？叫伊去看着有惊惊，请伊钱可能嘛无爱去。迄人偌济咧，也无椅仔人坐，踢到脚酸，行有够远，车拢袂当溜离，行有够远，徛伫遐，坐高脚，咱即个老人坐高脚敢坐得了？袂啦，坐得了，爬袂得。坐高脚，厝的安尼，互我腰拢站袂了。我讲何米苦咧，真正人讲的，古早人讲何米苦咧，真正就是伊种。挑起两害，所以说，真的，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去看？因为这是虚幻的，不是实相。我们能够证悟了，咱多嘛咱听到你咱证悟那个真实。我讲所以你去看嘛，你有啥物感受？伊讲人讲80万，回来甲讲，敢若无差。你看了有啥物感觉啊？如无啦，你看了就也毋知伊做啥。我讲安尼引导有几啊个时间去研究人遐，哪有啥物意义啦？伊讲个后言后言的国语怎么写？好闲好喜，好奇吧？好奇是好奇，你是讲好闲？好闲是要学好的，学贤人圣贤嘞，好闲我爱去看古地，若去看古爱嘛是好闲，好奇。我是就跟回去就跟江南主分享嘛，伊讲迄若去早，我就带你去看。
他学习来的是那个东南一长，没你错，我有个一口。真的呢，以前那个上面在做大鱼啊，我记我中年要去到我看的，还是阮中年去讲我去比伫个四边骹的，啊，即马今年哦，无要去看，我头前伊早中年做事，四边骹有那门口口我都无出去看。所以说，各位学习，这叫做善分别。为什么我要去看？我要用你的时间，因为这是善分别，能够契合真理，这不是实相，这不是实相，是一种平常心。一切用平常心，不教我做，如此才合真理契合，才是合真理契合。那么在这里，或许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因缘。这一段呢是或许在那本书看到，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上面就是平常心，因为其实我们众生在这五浊的恶世里面，以这风尘滚滚的风尘内底，离不开所有的干扰甲引诱的时阵，咱要如何转变？所以讲，如何如实认识世间的真相，如实如实来认识世间的真相，将万物差别的世界到性言平等的世界。因为咱万物的心是参差不齐，有啥物就了无了。就即摆上，现在或许怎么忘记那个郭台铭还有一个老的头发都白的那个叫什么？张忠谋。现在他退休不是天天都在陪着老婆，对不对？有啥物人就真正过着迄生活遐囡仔拢遐尔逍遥。我们凡夫的心会不会做一个跟他做一个比较？当然不会羡慕啦，因为我们不能达到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凡夫的差别的世界，要到圣贤平等的世界，因为平等的世界才是一个圆满的世界。在六祖坛经也才跟我们说，平等性是心无病。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要学习圣贤，他所有都是平等的。众生佛心都是平等的，圣法也是平等的。那用平等心来看世界，平等的世界是最美好，也是最真实的。那么从凡夫动乱的世界到圣贤极静的世界，动乱或许在这里做一个感想。其实我们遇到一个经的时候，而且你或许最近从这一段呢，就是我们信义的因缘，来我妈妈的因缘，到我小婶的这个因缘。这个动乱都是跟或许有关系的，这个因缘里面，或许也会受影响，对不对？但是你要不要转到圣贤极静的世界？但是这个不是这么的简单不是这么的简单。在这里他跟我们说，因为我们有什么的干扰，物欲尘扰的干扰所以我们会扰乱的不安。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禅悦的法喜，就是说。来听道理。那一天，或许跟秋朵说，你要邀这个月老星期四来参加我们的启慧班。那还是礼拜天也有办到因为我们雅庭有度人嘛，所以我们你们慈悲，我们星期日10点办到。所以在这里，或许也请佩勇叫他的父母亲，住在盐水的父母亲来开智慧。所以在这里，他跟我说，那个我听那个秋朵在分享说。你听道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你的心比较能够安静，而且这里都是正能量，那个讲师讲的课程都非常好。有的我听不懂，但是至少我们有听了一些听懂。或许就跟他说，你刚才听就听懂，那叫妈妈听30年就多听了，你知道吗？听几年才会听，就要马上听懂。当然，像我们现在启慧班有7到7的课程，有比较资深到亲的课程。像这1个月是7到7的课程，1个月是资深到亲的课程。像我们这个月属主讲的课程就是比较资深到亲的课程，所以它是这样子穿插的。那7到亲听不懂没关系，我跟他说听不懂没关系，至少你有听就有影响。5加它的话有应用，500它就有波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说，来学道理，来修行，就是要从动乱的世界到圣贤极静的世界。因为你如果能够把你的身心安住在极静的世界，
当然这个世界就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不会去受影响。哦，那从凡夫生类的世界到圣贤内涵的世界，其实生类本来在这一个红尘里面都是有生的，哦，有二元对立的。所以说，在这里他说的说，气是我们人有生老病死八大苦，对不对？一定有。像这个我们立真对面的那个立真，他是护理师嘛，他就跟我说，哦，所以你咧修行行落去吼，敢会感觉吼老病足艰苦？我讲会啊，哪会袂？老嘛足艰苦，你无爱老，你无老病足艰苦，你敢就会当徛免老甲病？我安尼讲啦吼，所以讲嘿啊，这老甲病真正足艰苦。我就甲讲吼，你真，你知影我对面在位在足水，就是伊知嘛吼。讲你真，你感觉啥物上快乐？伊讲吼，我逐工是清花吼。透早就开始起来，开始种伊的花安尼，愈甲会头。互我就徛伫阮田头，好好家己上因兜的花。安怎伊就讲，哇，因兜种的树啊嘛足水的。所以讲，伫这一年内底，各人的这看法，甲实相都较完了解到。我一直有时间跟我来佛堂，你有记得呢？因为那是在或许家求道，但是要邀请他们来，他说他没兴趣，所以又去。所以就是这样。那在这里，凡夫有这个生内的世界，要到圣贤美满的世界，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哦。因为都是有对待。咱有法度人真正讲有法度人透过时光、人我生死的这个对待，达到不生不灭的这个意境，完贯的意境，没有不生还有不灭的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过程，和有一个心境的提升。那从凡夫破碎的世界到圣贤清净的世界，这个碎或许在电脑里面怎么找不到那个那个碎是不是一个盒？对啊。可是找不到盒啊，一直找很久，浪费我10分钟，结果或许还是用这个碎，没办法用写的哦。那么在这个五浊世界是会没读书，真的是没读书。你若查手机吼，伊爱查字典。哦，对啦，我无查，我就是水啊。他们说一定要查字典。不会啦，那这样是会，如果会就怎么办？写是非，然后写知道，我是知道。你查部首啊。我袂晓啊，我有意思是讲我算袂晓帮啊。这样是误会对的，或许没有想到那个误会。那么当然，你这破碎的这个世界里面，破碎的世界到圣贤清净的世界，其实在五浊这个恶世里面，或许常常这一个体悟，就是说，其实我们能够化12为13，就能够把它变成清净。就是不杀盗偷的，不杀不偷，杀盗淫，那口有4恶，身有3恶，化12为13，那我们才能够真的进入清净的这个世界，清净的世界，缺陷的世界到圣贤圆满的世界。为什么说缺陷？所以我们师尊才跟我们说，为什么要修行？就是要无言无缺。我们人生是有缺陷的，每一个人没办法十全十美。所以说，我们对待每一个人都要截长补短。我喜欢写毕业栏嘛，我们空无知是至圣先师，他也都是觉得他也不会的东西。所以说，从缺陷的世界到圣贤圆满的世界，为什么说它是缺陷？因为现在是白天一半，对不对？夜晚一半，一洗暗洗，还有朱组长，请问世界上有哪2种人？男人跟女人。现在报名来了，这个我写在哪里？好像去坐游览车哦，那游览车的小，给我们猜，世界上有哪2种人？我们有的时候
女人，所以说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好人一半，坏人一半。哦，那佛一半。同处的啊，只是两人，什么样？各有同处的。他一个被他同时嘛，男女跟女。男女跟女的那个是同志不一样嘛，是说的是合法的。哦，对嘛，那个不一样。同志嘛，因为是男的对呀，他也是男女跟女的同志啊，对啊。男人没有男的当女的，所以他就两个。那的本质也是女人啊，虽然他是男人，但是他本质也是女人。啊，这个不重要，我们不研究。所以说，我们关注的世界就是学习。那如果我们能够做的圆满，真的修行不会圆满，修行圆满才可以进入常乐无尽的圆满世界。来苦恼的世界要进到圣贤安乐的世界。哦，为什么是苦恼？像我们今天说的，或许跟那个立尊讲的，人生八大苦。哦，生老病死，厌憎会苦，爱别离苦，还有什么？求不得苦，欲自胜苦，这些真的非常的苦。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真理以后，我们证悟真如的佛性，就跟圣贤同登禅悦发起的安乐世界。真的，如果说或许常常这样子的一个体悟，你如果在这世间没有达到天堂的世界，就是说能够达到极乐的世界。你以后也没有办法回到真的到天堂里面去享受你的天堂的这个极乐世界。所以说，或许才刚才分享说，这里好像我们上次有学的，他说：意愿临终受生自在不自在，但愿平时心于沉静中自由不自由。所以在这里，接着或许来跟大家分享，《华严经》说到最后一天了。常乐柔和的忍辱法，安住慈悲法喜中，慈悲喜舍中。所以三分别指的是让我们安住在第一的不动心，因为我们会受这些五欲六尘名努力的干扰。那在这里，你能够不动心。有时候不是啊，像或许老公也没有在玩股票，很喜欢看股票。哦，那如果在看的时候，我就说：啊，你看这些干什么？你说看啊，看人家，你是去也是对，我跟你有关系。你讲无关系，我无关系，请你转达，因为我无爱看。所以说，其实能够安住，你没有玩，你就不要看了，你干嘛要在干扰你自己？你用那个智慧啊，对不对？人家有智慧的，还是有福报的。